有医生提醒讲，面对搁较高位的 Delta 变种病毒，那对外口登记处理进前消毒的工作要做好十全。另外嘛，提供居家防疫10大重点，要互民众知影。新冠肺炎 Delta 变种病毒入侵台湾，面对疫情的变化，医生提醒大家，除了爱定定洗手、挂嘴烟来降低风险，还要配合运动来提升免疫力。原则上，这届病毒会在一般无性命的表面上活6天到9天，所以清洁的工作绝对袂当轻忽。首先要注意的地方是鞋子，那鞋子我们尽量脱在门外。那如果带进室内，也要注意鞋底的消毒。身上穿的衣物啊，我们都是脱下来尽快换洗。那同时也要注意像头发啊、脸部啊跟身体，尽量也是洗头洗脸。罗俊伟本身是医生，嘛是3个囡仔的爸爸。伊讲，家己返去厝内第一件代志，一定会去洗面，规身躯嘛会洗清气。另外，伊嘛提出防疫还有10大重点：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、鞋子要放在门外，小心脱除口罩、护目镜或眼镜，口罩直接丢弃。去完人多的地方，回家要洗澡、洗脸、洗头。好，保持通风，然后尽快接种疫苗。罗俊伟讲，自我防疫工作是真重要的代志，自生活细节开始做起，才使避免甲病毒炸返去厝内。另外，若是有定期回诊的需求，嘛使尽量利用远距实时门诊来降低感染的风险，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大家。记者对文和新竹报道。